尊敬嘅各位法師、各位蓮友，大家好。呢一支香係今日最後一支香。咁再同大家繼續講解兩首下蓮居老居士嘅念佛偈。第一首正念相繼即是佛，以義頓隔萬億情，恨聞如來義方便，苦樂忘閒莫停聲。呢啲開示都係好直白嘅，都係直接提醒我哋嘅道心。我哋想求生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呢個係《楞嚴經》裏邊嘅一章，係25圓通裏邊嘅第24個圓通，第25係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咁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點樣證得嘅咧？就係都攝六根正念相繼，將我哋嘅六根全部收攝起嚟，用一句阿彌陀佛嚟收攝，嚟相繼，繼就係一句接一句，中間唔好夾雜妄想，唔好間斷。你能夠咁樣一句一句念落去嘅時候，你就係佛。你敢唔敢承擔呢？真正大根性嘅人直下承當。觀無量壽經講俾我哋聽，時心作佛，時心是佛。念佛法門最究竟嘅原理就係呢兩句。你嘅心無論係真心定妄心，唔使理。就係依家我念佛呢個心，即使我係業障煩惱都好重嘅凡夫，用我嘅妄想心，用我嘅無明業識嘅心嚟念一句阿彌陀佛。要知道念佛嘅當下，你呢個心就係佛心，所以時心作佛就時心是佛根本唔需要任何修行嘅次第。所以念佛法門叫做圓頓心中，知圓滿，頓就係知直接，唔使經歷修行嘅次第，一步到位。到邊度位佛位，而且係圓滿嘅佛，圓頓大法唔單止話參禪可以一步到位，念佛都係一步到位。而且比參禪仲要殊勝。殊勝喺邊度一般參禪都要參究，最普通嘅參究就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參呢個呢個本來面目究竟係乜嘢咧？好啦，念佛嘅人佢又係參究念佛是誰參究呢樣。蕅益大師講話你如果能夠真正相信時心作佛，時心是佛，就唔需要參究啦。使咩參呢？直接就承擔我就係佛嘛。
呢個就係向上一着。正念相繼，你就係佛。咁你唔敢承當，咁你算係說明業障深重。你冇呢個信心，就係業障深重。你真正能夠諦信，諦真諦嘅諦，諦信就係一啲懷疑都冇。直下相信，我而家念佛嘅心就係佛。除咗念佛心之外，冇其他辦法。當下就係佛，我心就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我心。然後環顧四周咧，原來此方即是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即是此方，就喺現前呢個境界。你話呢個多麼殊勝嘅法門！怕就係怕你有懷疑。所以淨土法門叫難信之法，太難信啦。點解你難信呢？因為你有業障。業障嘅表現係咩呢？下面講嘅以義呢兩個字，以就係喺度分別，喺度思考，用你嘅第六意識嘅心喺度分別思考。究竟我咁樣念係咪真係成佛呢？有冇咁簡單㗎？有冇咁直接㗎？意就係喺度討論。以義就係思義。用你嘅第六意識嘅心去思去義。要知道念佛法門係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唔係咩好似虛無縹緲嘅嘢，就係叫你不可思不可議，唔使你諗噶，唔使你去講咁多嘢一諗一講，頓隔萬億情。極樂世界喺10萬億國土之外啦，因為你有分別，呢個時間呢個空間，全部都係你分別心生出嚟。你將你啲分別心放下，就係一句阿彌陀佛，一路念落去，時空都破碎啦。去開悟個人叫做打破虛空。因為虛空就係妄想生出嚟。依家就係一句佛號，原來10萬億情就係眼前。極樂世界就喺眼前。我心就係阿彌陀佛。要有呢一種深信，呢個就係大善根、大福德。咁就恭喜你不久就當成正覺，坐菩提場，常轉法輪，救度十方眾生你能夠成佛㗎。所以我哋好幸運，幸聞如來意方便，遇到咁樣嘅大法。呢個係印光大師講嘅千經具善，萬論均宣。一切經論都為呢個淨土法門嚟做說明嘅。一切經當中公認嘅最殊勝嘅一乘大法就係《華嚴經》《法華經》。呢個係我哋中國兩大宗派，賢首宗係《華嚴經》，天台宗係宗《法華經》。咁蕅益大師同我哋講，淨土法門係華嚴奧莊，法華秘髓。《華嚴經》嘅奧密嘅密藏，就喺念佛法門當中。《法華經》一乘大法，秘密嘅精髓
係念佛法門。呢個係如來嘅義方便啊！呢個義啊係特殊奇特啊，一般教下冇辦法理解嘅呢種係殊勝嘅方便法門啊！方便就係太容易啦啊！太方便啦！你想成佛好方便，一句阿彌陀佛就成佛，念佛時就係成佛時。啊！你唔念佛，對唔住，你就唔係佛，你係凡夫。啊！幾時你提起一句佛號，當下你嘅心就係佛心。啊！所以三時系列裏邊啊，中峰國師同我哋開示，佢用一個譬喻啊，猶如清水珠啊，清水珠係印度一個寶珠啊，放到嗰個濁水裏邊咧。入水一寸，嗰個污濁嘅水就清潔一寸；入水一尺就一尺嘅水清潔。一路從一寸一尺到底，全部嘅水都清淨。呢個古時候嘅寶珠當然依家冇啦。依家清潔水係用嗰啲明礬，係嘛？明礬一抌落個水咧，佢就清潔啦。用呢個清水珠嚟比喻咩咧？比喻呢句阿彌陀佛嘅佛號。阿彌陀佛佛號入到心裏邊，嗰個原先嘅心係一種妄心，散亂嘅心，煩惱嘅心。而家佛號一注入個心裏邊咧，即刻個心就變成佛心啦。多麼直接啊！多麼快速啊！呢個就係如來嘅奇特嘅方便，方便中之方便，奇特中之奇特，殊勝中之殊勝。至簡易，至直接，一步到位。所以真正明白呢個道理，呢個佛號就唔可以停啊！苦樂忘閒莫停聲。無論你喺苦嘅境界裏邊，定係歡樂嘅境界裏邊，你係喺忙緊嘅時候，定係好清閒嘅時候，你苦樂忘閒係代表你所遇到嘅所有嘅境界。當然包括咩咧？憂愁嘅時候要念佛，歡樂嘅時候要念佛，健康嘅時候要念佛，有病嘅時候要念佛。做嘢要念佛，食飯要念佛，休息要念佛，瞓覺要念佛，行路要念佛，同人講說話，心裏邊都要念佛，甚至連去廁所都要心裏邊嘅佛號唔好斷。當然唔需要念出聲，為咗恭敬，唔好停聲默念嗰個心裏邊嗰個心聲。心嗰個聲音都喺度繼續，要將佢念成片，念成片就係事一心不亂，事一心不亂，再加上你對呢個道理明白啦，喺事一心嘅基礎上就可以證得理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就係大徹大悟嘅境界，見性成佛嘅境界。所以呢首偈非常之好。最後有兩首呢個五字一句嘅偈。呢兩首偈咧係下蓮居老居士往生之前寫嘅兩首偈，寫完之後就往生啦。同古大德好多都係一樣，臨走之前留低呢啲叫做遺囑都係勉勵我哋修行人嘅。好，我先將第一首偈讀出嚟。生而無可戀，死亦核足厭。本來無生死，
生死由心現。呢個係夏蓮居老人家臨走嘅時候寫嘅，說明佢嗰種境界。佢已經了生死啦。呢個了係咩意思啊？徹底了解啦，徹底通達啦，原來冇生死。所以生已無可戀，生存都冇咩值得我留戀噶啦。說明呢個身心世界通通都放下啦，一絲不掛。死亦核足厭，呢個就係呢個核字就通過何字，何足厭。意思就話死亦何需要厭惡呢？唔使去厭死唔使驚唔使忌諱嘅。修行人使乜怕死呢？點解唔怕死啊？因為本來無生死。自性本自清淨，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何有生死呢？冇生老病死，冇呢啲成住壞空。啲成住壞空、生老病死都係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就係夢幻泡影係你夢中嘅境界。夢醒咗之後，本來冇生死所以生死由心現。你嘅生死係因為你有妄想心，妄想心現出嚟嘅虛幻嘅景象。所以明白之後就生歡喜心哎呀，原來我本來冇生死好似《楞嚴經》裏邊呢個睇到波斯匿王聽到佛嘅開示佛教講俾佢聽佢用呢個眼睛嚟做比喻，話你嘅眼根見恆河，你細個嗰時候第一次見恆河，同埋依家你62歲啦，你再見恆河，嗰個見性係咪一樣嘅咧？波斯匿王諗一下，細個嗰時又係見，依家又係見，嗰個見性冇失去雖然我嘅眼根已經衰老啦，但係嗰個眼根裏邊嘅見性原來係不生不滅嘅，唔因為我嘅眼根嘅生滅而生滅。即使我盲咗都好咧，我盲都可以睇到一片漆黑，嗰個見性係冇失去。波斯匿王知道，原來嗰個自性係不生不死嘅，本來冇生死，佢就歡喜啦，就正果位啦。所以真正了解呢個不生不死嘅真理，就叫做了生死。了生死就係咁簡單，明白啦就了生死。你唔明白，你就冤枉受生死。所以明白就將生死放下，放下之後做咩念阿彌陀佛啦。好，最後一首偈，了知諸法空，此信一切有。西方有極樂，有佛無量壽。真正明白之後，知一切萬法皆空。呢個空唔係話冇，係有，但係佢係夢境。夢境有冇你個發個夢一隻老虎嚟追你咬你，你係咪又驚明明見到有但係佢係一場夢所以就呢個夢嚟講，叫做空你了知諸法，即係一切宇宙人生嘅現象都係一場夢，就係諸法空。你了知道你通達明了啦。明了之後，你先真正相信一切有空同有
係兩邊對立嘅但其實係一唔係二。你知道一切空，所以你信一切有。因為點解咧？一切萬法都係你嗰個心現出嚟嘅。我個心能夠現娑婆世界，點解唔可以現極樂世界咧？既然娑婆世界有，咁極樂世界都應該有啊！呢個我哋應該相信你話眼前啲嘢係有冇咧？有啊！依家你明明見到個定雲法師喺度坐住，喺度胡說八道有。既然相信有呢個境界，咁你就相信亦都有極樂世界，因為呢個境界唯心所現，極樂世界也是唯心所現，都不出你個一心。你相信？相信之後，西方有極樂，有佛無量壽。堅信不疑，確實我心性所現嘅極樂世界真有，我心性所現嘅無量壽佛就係阿彌陀佛真有。我依家信願念阿彌陀佛，一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好啦，開始同大家就講到呢度，其實都係胡說八道點解話胡說八道咧？因為講咁多都冇念佛，所以只有念佛先係真嘅。大家聽完啦，咁就一齊放下。過去是已過去了，未來不必如思量。現在萬般皆放下，一心念佛到西方。念。